成日捉錯用神，唔怪得你下下都做錯嘢啦。我朋友阿俊話近排好苦惱啊，皆因成日俾老細鬧，佢就喺度諗，明明自己做嘢比以前爽手咗好多噶啦，點解老細咁燥嘅？佢同事就話啦，老細主要係想控制物料成本，唔係一味想效率高，你咪捉錯用神啊！話說粵語裏邊呢個捉錯用神，佢嘅來歷同玄學有關嘅喎。先講講用神呢個詞先，佢其實係算命先生批八字時用到嘅一個俗語，即係八字裏邊最喜用嘅一個五行，所以用神就可以理解為對一個人一件事至關重要嘅意思。如果我哋揾到一個人命盤中嘅用神，咁就叫做捉正用神，當然就可以趨吉避凶啦。反過嚟就稱為捉錯用神，分分鐘會誤導人家。隨住社會嘅發展，捉錯用神被粵語所借用嚟形容人搞錯事情嘅關鍵。日常我哋可以咁樣講，你成日捉錯用神，唔怪得你下下都做錯嘢啦。我係彪哥，講粵語文化，記得關注點讚。